林县政府后个月要伫斗六起第一栋的社会主体，到时阵要采用包租代管的措施，特别伫好尾办说明会。舞台前伫报包租代管的影片，说明相关出租的办法甲好处。即马云林县积极进行社会主体作业，8月份将甲斗六市要起头一栋的大楼。要新建97户的社会住宅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在虎尾镇的东仁这个地方有一个东仁安居也即将有4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。伫社会主体完工前，有厝想要租人的厝主，会使参加这个包租代管的计划，安尼就会使减免综合所得税、房屋税加地价税。只要单纯的收租就好，你相关的这些房屋税、地价税以及我们像房租的一个所得税都有相关的一个减免哈。透过这个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计划，大家后盖想要将税厝这个管道对更加方便、更多元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